Hello，大家好啊！你知唔知全球最大嘅醫療展係喺邊度？唔係美國，係杜拜。我做咗醫療 IT 咁多年，今次親身飛過嚟，就係想睇下 AI 係咪真係改變緊醫療生態，定係得個噱頭？帶你一齊睇下答案。一入嚟好誇張喎，聯影、Mindray、GE、Samsung、Olympus、西門子啲最大嘅醫療品牌全部都喺度。旁邊呢位係 Philips 嘅 Marketing Manager， 佢啱啱介紹完最新嘅 Verida Spectral CT， 係全球第一部用 AI 去驅動整個光譜 CT 嘅流程，輻射劑量低咗，但係一次 scan 可以同時攞到光譜同高清影像，每秒處理145張圖，全身檢查30秒搞掂，一日最多做270個，快到誇張。跟住係 Philips Blue Seal MRI， 全球第一部無害嘅 1.5T MRI， 唔使氦氣，唔使排氣管，安裝簡單好多。配合 AI Smart Speed 解析度提升 65%， 掃描速度快3倍，對啲偏遠地方嘅醫院嚟講真係方便好多。咁係今年最新嘅 product 嚟嘅，要佢介紹啦嚇。咁啊，身邊就係呢位 Russia， 即係喺俄羅斯嚟嘅 engineer， 呢個係 GE Healthcare 嘅 Sonic DL 深度學習 MRI 加速技術，由心臟到腦部、脊椎、骨科，掃描速度可以快12倍。時間縮短 86%， 加埋 AIR Recon DL 降噪，圖像解析度高 55%。簡單講 ，CT 嘅速度 ，MR 嘅質素，呢個係 GE 嘅 AIR Flexible Coil。MRI 線圈20年嚟最大嘅突破，輕60%，軟到好似 blanket 咁，貼住病人身就掃，舒適好多。Signal to noise ratio 高咗，圖像靚咗，技師操作又簡單咗。Siemens Healthineers 就用 Aria Core 做核心，打通整個腫瘤治療流程。佢直接同光子計數 CT 整合 ，scan 完即刻自動選擇協議傳送處方，配合 AI Red Companion， 報告時間縮短 63%， 醫生可以專注係治療，唔係文件。Samsung 做過一個好有趣嘅實驗，將嬰兒出世之後嘅樣同之前照超聲波嗰個3D 影像比較，結果係咩？幾乎一模一樣，五官、表情、神態，你見到呢個影像就明咯。背後靠嘅係 Crystal Life 技術 ，AI 實時降噪，3D 影像精度大幅提升，唔係濾鏡，係真實臨床影像。嚟到全個展覽最大、最靚、最重本嘅展位，杜拜政府 Emirates Health Services， 你見到身後呢個係遠程超聲波，唔使醫生親身在場，都可以即時幫病人做掃描。對偏遠山區突發事件嚟講，真係好犀利嘅技術。好多杜拜政府高官都親身出席開幕喎，可見呢個展覽喺中東醫療界嘅份量。仲有兩個我覺得好實用嘅，第一個係 Nursing Workforce AI Agent， 一個 AI 招聘助手，可以自動做 online interview， 公平公正評估候選人。第二個係 Smart Concierge App， 病人下載 App scan QR code 就可以控制病床，叫護士點餐，一部手機搞掂。呢個係我覺得最有社會價值嘅展品。EHS 同 AI 團隊合作，只需用手機錄低小朋友嘅咳嗽聲 ，AI 即時分析聲紋，就能早期偵測哮喘同呼吸道感染，完全唔需要任何儀器，就係咁簡單，但係可以救命。仲有個 Blood Donation App， 捐血者下載 App 登記血型，醫院急需血嘅時候，系統即時方圓5至10公里內嘅捐血者直接 push 通知，唔使等唔使氣，血源即刻到位。呢個 idea 真係好簡單，但係關鍵時刻可以救人一命。Future X Stage 係我今次最有 feel 嘅地方之一，親眼見到創辦人站喺台上對住全球投資人 pitch 佢嘅項目。台下係真金白銀嘅決策者，台上係改變醫療未來嘅 idea。呢種 energy 係展館其他地方感受唔到嘅。呢度係 Dubai Science Park 嘅專區，主題係 From Prototype to Patient， 點樣喺杜拜建立同擴展一間醫療科技公司。台上有創辦人、投資人、政府代表分享由 idea 到落地每一步嘅挑戰。杜拜唔止係個市場，係全球 health tech 創業者最想落腳嘅地方。呢位 Dr. Robot 第一眼見到佢即刻笑咗出嚟，藍色大眼，圓圓個頭，完全唔似醫療機械人，但唔好少睇佢。
可以即時量血壓、心率、血氧，仲可以即時連線真人醫生做遠程問診。偏遠地區人手不足嘅病房，佢就係24小時候命嘅第一線醫護。AI 係可以有溫度嘅。呢個係台灣 Advantech 嘅 PAX 3323D 手術顯示器，32寸 4K， 最勁係完全唔使戴 3D 眼鏡。外科醫生直接睇到立體手術視野、組織層次、血管位置一目了然，配合 Flicker-Free 技術，做幾個鐘手術，眼睛都唔會攰。由腹腔鏡到機械臂手術，一塊屏幕搞掂。呢個係 Lexaro 嘅 LexaCare， 唔需要攝影機，唔需要手環，天花上一個細細嘅感應器就可以24小時監察病人活動同跌倒風險，私隱完全保護。最重要係唔會不停發假警報，只有真正有事先通知護士，讓護理人員去到最需要佢哋嘅地方。呢個係 Wondercraft 嘅 Atalon X 外骨骼機器人，法國製 FDA 認證，專為脊髓損傷同多發性硬化症病人而設。穿上佢唔需要拐杖，唔需要助行架 ，AI 自動平衡，病人可以直接站起嚟自己行路。全球超過100間康復中心都係用緊。呢個係 PillBot， 一粒維他命咁細，吞落去之後，醫生可以用手機即時遙控佢喺胃部游走，即時睇到胃壁影像，全程唔需要麻醉，唔需要入院，唔需要插喉，做完自然排出。傳統胃鏡5個有4個係冇問題嘅，PillBot令篩查輕鬆好多。呢個係 Burt Barrett Medical 嘅上肢康復機械人 ，FDA 認證，專為中風、腦創傷病人而設，靠 Gravity Cradle 技術，手臂完全無從咁地浮喺空中，機械人自動調節阻力。最特別係配合電子遊戲做訓練，病人係玩緊遊戲，同時係做緊康復。呢個係 BA Mobility 令我最 appreciate 嘅設計，主角唔係整個機械人，係個細細嘅智能底座，佢可以自動轉入任何現有醫院推車底部，頂起嚟就走。唔需要換新架，唔需要改裝，醫院本身嘅藥車、物料車即刻變成自動化運輸工具，真正務實嘅創新。呢個係台灣 MCAT Biomed 超聲波 AI 診斷，照甲狀腺 AI 即時判斷結節係良性定惡性，照肝臟即時評估脂肪肝同纖維化，連睡眠窒息症都可以靠超聲波檢測。全球第一間取得超聲波 AI CAT 軟件 FDA 認證嘅公司係台灣嘅，呢個係 NeuroEars 嘅 Diago， 專為耳鼻喉科醫生而設。病人戴上個 VR Goggle 式裝置，播放視覺刺激影片，同時 AI 追蹤眼球運動。因為眩暈同眼震密切相關 ，AI 就可以判斷暈嘅成因係耳石、前庭神經定係中樞神經問題。以前靠醫生肉眼判斷，而家全部數據化。呢個好值得提下，就係咧佢哋做呢個 ADHD game 嘅，專係 for ADHD 嘅patient 啊。你見到咧個畫面都係佢哋係攞咗好多 award 嘅，係啊嗱，呢個係佢哋 game producer。係啦 ，Hello， 佢哋係芬蘭嘅公司啦，咁啊好值得研究。咁我哋嚟緊都有機會同佢哋合作嘅。OK，thank you。呢個就係 Lisono， 手掌大小可以放入袋帶去任何地方嘅無線超聲波機，前端特陣探頭可以深入腹部、盆腔、心臟等深層位置，連接平板即用，影像即時入 PACS 系統 ，AI 自動分析，一 tap 出結果。嗱，咁你見到啦，嚟緊節目尾聲啦，而家都差唔多黃昏啦。咁啊，香港時間大約都夜晚10點左右啦，9點零10點啦。咁你見到好多人都同嗰個 logo 啦喺度影相啦，叫 WHX 啊，即係 World Health Expo。咁之前其實佢叫 Arabic Health 嘅，咁今年改咗 World Health Expo 啦。咁都好合理嘅，咁佢其實真係全世界嘅都會過去嘅，美國啊、歐洲啊、中國啊咁樣。基本上我喺中國上海醫療展見嘅嗰啲 vendor 全部都係過晒嚟嘅。睇完咁多，你覺得邊樣最值得香港引進？留言話我知。係啦，咁我哋下年再見啦，又會再嚟睇下，幫大家睇下咩新嘅資訊啊！